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，我是阿明詹伟民。今日咱的来宾瓜地河伫音乐界真正介出名吼，足侪歌手拢指名找伊做音乐制作人。除了咱讲流行音乐哦，伊嘛帮站真侪电影做配乐，亲像《红鸭仔》《血观音》，甚至伫伊音乐这条路顶哦，嘛做过侪舞台剧，也是大细演唱会。 咱讲台湾有四大族群，这四大族群的这个音乐，瓜地河嘛总算是会当总包起来吼。伫伊的音乐内底，咱嘛当看到传统甲现代来互相配合，地角传统甲现代豪华声感体验来。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来看伊的故事。 雅顺，叫你雅顺，来，达拄啊，咱搁试一解看嘛，达拄啊这条。金牌音乐制作人瓜地河，潜心指导新歌手，安怎唱，口开口。 7月半你也是去海边，嘿，你有时你甲拖长伊，过程中伊就会较清楚哦。7月半你也是去海边，伊就会清楚啊。所以讲，为虾米咱较传统的戏，有时爱转韵，有时爱拖长，因为你有一寡重要的物件。 看重少年音乐人的特色，用少年人的想法甲开口，结合传统乐器，唱出无同款的台语流行音乐。即马少年的这辈嘛，算少人用这款较传统的方式，吼，伊也去学南管，嘛晓弹乐器，安尼这款方式去做表演甲创作，所以我就想讲要甲伊即寡。 元素吼，互伊较保留，加一寡较新的声音吼，可能用国语少年仔讲的就一点点潮啦，所以有时候像电音的吼，也是讲较一寡synthesizer迄款的，编曲顶悬嘛是，互伊较亲像电影的，我都讲故事安尼。较早是学电影啦，我拢咧做电影的工课安尼，是后来我伫。 对音乐有兴趣，才咧开始做音乐安尼。就拄好嘛拄着小豪吼，伊就讲会使合作看卖啊，就教我安怎写歌啊，就是教我台语的重要安尼。吼，因为伊本身是做真侪传统的物件呢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我嘛要去学，我就去学南管，去学念歌啊安尼，对。 所以我就感觉，对，伊对我的影响就是讲，我知影讲这传统最重要，台语嘛真重要安尼，就用咧我就甲伊用伫我的歌词内底安尼。好低音虽然好吹，但是已经拄着啊，合作是愈来愈歹。其实我真简单啦，我就是讲我介意安尼嘿，我介意我就会想办法讲甲做出来，互大家会当。 大家分享嘛吼，朋友之间啊介意安尼。惊讲咱若做制作人吼，有时啊迄个无共的乐团哦，还是讲歌手，因拢可能有一个家己的型啦吼，还是讲一个 style 安尼。除了流行音乐，瓜地河音乐路的所有制作方方面面拢真较全。过去嘛做过电影配乐《红鸭仔》《血观音》，甚至总统府音乐会。 世大运开幕式，就连东京奥运拢有瓜地河作品。瓜地河音乐所行大路，得过奖嘛袂少。传统甲现代音乐的对话，伫咧瓜地河身上看会到上好实践。
这个传统甲现代豪华声感体验来，今日欢迎咱的歌志豪老师。主持人你好，太谢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咱知影吼，这个歌啦吼，真正写得袂歹。所来的囡仔，哟啊哟，我台唔敢嫌啦。咱看吼咧栽培一个艺人，还是讲歌手，莫讲伊是艺人吼，歌手真正是无简单的代志吼。这算一个工程啦。落来豆豆做安尼，是袂赶的，袂赶你啦吼。袂赶你。其实咱看到要想到一个好的歌手，其实吼。真正要有好的运气，嘛还有这个歌手吼，还有迄个实力啦吼。咱安怎栽培一个这个好的歌手，吼，会当互伊莫讲红，互伊作品互人看到。伫这个时代的物件要用看到，其实无安尼困难。若讲其他可能嘛是缘分啦，都是大家看较会合的，才行会久长。我是感觉这时代是安尼。因为即马网络嘛真方便啦，吼。你讲要出一张唱片嘛，无安尼困难。大家即马电脑嘛拢真厉害。是。物件要好，可能大家都爱无共的眼光啦。你若讲物件好，其实更较重要是安怎行较久长吧。所以我感觉会合，这较重要。会合啦吼，就是这个交流上会合啦吼，音乐上的这个交流啦。其实咱嘛看到最近几啊年，这个流行音乐顶吼。歹势少年也好，这个黄子轩也好，还是讲这个山平快也好，这拢是这个少年的团的做流行音乐啦吼。你一欣赏，你看到什么款台湾的这个元素也好，未来也好。少年啊，其实讲少年，听起来敢若咱真老啊。我其实因是真有活力啦，我感觉吼，尤其是讲你讲个长云这年会吼，可能。家己的语言，也是讲文化，可能淡薄仔会甲老大人较无相像啦。吼，惊讲可能语言上嘛，可能较袂晓讲啦。吼，字可能嘛无够济。若无就是讲对土地了解，可能抑阁像少年。吼，咧一寡较细所在，可能毋捌去过，毋捌看过。毋过我感觉迄可能是连我这代嘛有即款的状况啦。吼，毋过即马看因国较少年的这代，其实。迄个活力已经找回来。我感觉因真拍拼，是要想讲要尽量去用家己的语言啦，吼，也是讲尽量去了解家己的土地啊。这是我迄个年岁的人较少看到。所以台语文化有救啊。我是感觉会发展的啦。会发展的会发展的。不过咱嘛其实看到吼，侪人咧讨论着讲吼，这个台语歌有的少年歌手也是少年团内底也是看到这个抖音啊、抖视这款问题。当然，这济啊。这莫讲少年啊，日本时代嘛是有，因为是一个时代，甲应该讲语言甲音乐之间的关系，你安怎去看待嘛吼？你若讲像讲日本时代有一寡音乐家，伊可能受到西方的音乐教育啊，返来台湾。你看因写的物件，可能也是讲咱为音乐先切落，伊的歌词可能都会淡薄开落。因为咱知影咱。莫讲干那闽南语啦吼，客话嘛共款，因为可能一个字内底就几落个音啦，所以咱也讲可能字头字尾嘛，你也拢爱顾着，你爱吼拢顾会着，可能一个音一个字都爱足侪音，才有法度甲这完整起来。不过你也讲行即路，有时啊你音乐性就可能变啦，可能就搁较传统的物件，咱就来看一款嘛，像南管啦吼，还是讲一寡。咱较高调的物件，才有这款的音乐性。你若讲你为西方的风格先写音乐吧，你去落实，甲落实吼，迄个真困难，迄另外一个题目啊。所以自少年的先开始啦吼，先甲鼓励就好。当然，因为有人要做，就有人有新物件啦。吼，新物件咱才来讨论嘛。因也知影毋对，我感觉因嘛是想要改啦。这方法就是大家拿找嘛，因为语言本身。伊嘛是活的啊，活的吼。你像有一寡物件，有一寡字咱即嘛较少用啊，吼，嘛有一寡物件是古早无的，所以你爱或者这个语言我都活掉的，你都爱鼓励少年啊，都凊彩用啦，吼，较活的，要紧嘿，尽量有一寡物件嘛爱。继续创作嘛，新的文字要出现。经过较这个淡薄吼，豆啊，互因这个发展了后，再去甲要求。对，当然。卖使啦吼，因为语言会变的。会变的吼。顶一代甲下一代本来就无共啊。有啊，头拄咱嘛讲到这个南管北管吼，其实你嘛做真侪这个电影的这个配乐吼，亲像这个咱真
受欢迎的哦，两个作品，一个是这个红鸭仔，哦，另外一个是这个会观音，其实拢是用这个新的，也是讲传统的这个理路去做结合啦，吼。可能两个方向无啥共啦，因为像讲这陈秀老师这，吼红鸭仔，伊是本来就是布袋戏啦，啊，布袋戏的音乐本来就是较多样，哦，伊嘛是算咧海纳百川迄样的啦，吼，甲咱歌戏。有淡薄相像，所以伊内底音乐性，你若讲为传统吼，咱为后场来看，敢若后场尔伊都变化多端啦。歌戏布袋戏这件代志。啊，若讲参照另外一个迄观音，伊是现代电影嘛，啊，所以伊咧处理的时阵，可能就是甲一寡元素，甲拍好线，啊，再甲西方的迄电影配乐，然后甲管弦乐团来合作啊，啊，可能写歌啦吼，所以伊是较亲像讲。甲物件拍好线以后，再个煮一届，再个煮一道菜啊！啊，陈老师这伊就是参照讲，伊是甲无共的元素拢甲摕做伙，啊，你斗阵来运作，你才来看嘛。无啥相像啊，无啥相像吼。啊，其实咱嘛看到，亲像这个会观音内底，你嘛足用心的吼。除了咱头拄有讲的这个，也是讲影片内底看到雅顺伫内底，啊，搁找到这个板奶，是，来去看到族群的融合伫内底。对啊，因为像板奶这个题目吼，我是真有兴趣。哦，你知影讲板奶伊是原住民朋友，吼，啊，不过伊的母语是。闽南语呢，伊是台语呢，伊是台语呢。因为伊细汉的时阵，应该安尼讲，伊的爸爸甲伊的妈妈是无共的族，所以因的共同语言是台语。是，嘿，啊变做伊母语就是台语。嘿，伊的虽然是原住民血统，我伊的母语是台语。是，啊这款的情形，其实咱伫台湾足侪家庭拢有这款状况啦。吼，惊讲你可能是。客家的朋友吼，啊，甲讲国语的朋友，啊，结婚，啊，囡仔可能讲的都，他可能不知道客语存在，甚至会变成这样子。啊，某可能是客家跟客家在一块，啊，搬到那个闽南村庄，哦，啊，就讲台语啊，你都看无这样代志。所以这是咱台湾这族群哦，算。比我们想象的要再多元加就是生活化，一个环节。是，伫会观音内底，咱头拄讲到这个板奶、雅顺，佮有一个杨秀琴老师啦吼，就是你甲这个音乐，也是讲甲这个无共的这个语言系统，甲伊夹做伙。对，这嘛是咱头拄讲的，这个台湾四大族群内底吼，你是拢总无去。无啦，毋是，那你讲伤迄落，就讲我是安尼啦，我音乐是我的工课嘛，啊，所以。本来就是做工课，就是有啥物工课通好做，咱尽量嘛吼。啊，讲实在，你讲你伫咧生活过程中有真侪物件你无法度接受到，因为像讲，讲我嘛做京剧嘛吼。啊，生活中即嘛较少啊，嘿啊，较少嘛。看讲囡仔时代可能看哦边仔有人咧唱哦，还是讲较早个啥物，较早是叫啥国剧选粹啊，无较早电视会播吼，啊神正信箱以后会播这。啊，囡仔时代的印象可能安尼尔，啊，讲真正要学困难，啊，所以讲你啊，我讲接到新的工课，啊，若家己较无熟的，我都会想办法去学啦。亲像差不多5、6年前，头一届开始要较深入甲京剧工作，我都去天津京剧院待一站啊，安尼。就是为着讲，互家己看法度较了解一点。是。啊，做原住民音乐嘛共款，嘛是部落拢爱走。所以你学习真济。才有你这个音乐多元性。对啦，都是家己较无够嘛，有欠嘛，都爱较骨力走的。有影吼，伫你的身上，咱看到音乐有侪一种这个无共的这个可能吼。其实咱头拄讲到，搁有这个演唱会啦吼，还是讲这个总统，还是讲这个总统府的这个音乐会，其实你嘛做有着。对。啊，时间要哪分配啊？去年是有较无用啦，啊，今年是尽量啦。今年是受到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。对，这个肺炎是有影响啦。啊，去年有较无用啊，当然时间要分配，就是第一，就是我家己爱，我算上顶悬知影这件代志，我咧设计过程中，我都爱好好甲分配。像像爱做表啦，啊，安怎分配哦，家己的朋友啦，大家要安怎斗相共？有的朋友伊可能写谱的嘛，啊，有的可能是爱调度硬体器材，是，
啊，若一个讲大型的，像讲总统府音乐会哦，迄敢若演出的人可能就3、400个，还有交响乐团，啊，所以迄工程都可能都要大家斗3工安尼，可能半年前阮就开始来计划啊。是，所以时间上的分配嘛是爱真这个照稳吼，有记这个计划表安尼甲算出来吼，啊一年。这个过去人讲6070个案啦吼，咧进行，这拢是时间上这个分配的好势啦。对，大家斗3工啦，迄无绝招啦，无绝招啦吼。是，咱嘛看到吼，其实咱头拄有讲到，互南管啊是北管挖落去，还是讲甲客家这个八音鼓，还是讲北管的这个爱啊啦吼，主鼓甲这个南管这个琵琶，还是讲这个洞箫啦吼，其实拢伫包含在你的这个音乐创作内底啦吼。对。伫传统的这个养分哦，其实咱等下嘛带大家去这个大场店来看一下吼。啊，伫遮进前，咱要搁来讲一个这个代志啦吼，就是讲时间分配上的这个问题啦吼。其实咱头拄嘛有讲到，你做这个总统府音乐这个局啦吼，其实你是迄当阵忝甲困呢。啊，对啦，无啊都，啊这讲起来真歹势，我好困啦。啊，都拄好记者会人咧采访啦，啊，都可能3、5分钟。无我代志嘛，镜头外口嘛，所以我就困去。啊，要镜头翕到时阵，我还搁咧困，还搁咧困。真见笑，歹势。但是咱嘛讲到，因为迄当阵吼，真正是手里吼，真正是侪案做伙咧做啦吼，所以咱嘛看到，其实吼，这个拢是你过去你嘛讲到吼，就是讲你要去学习。吼，无够的所在嘛是去继续去学啦吼，这嘛是咱看到，也是讲哦，这个后一辈这个音乐人会当去做的啦吼。其实咱嘛有讲到吼，除了这个传统的，也是讲现代，其实你嘛做这个音乐的这舞台剧，亲像这个流行歌的戏比，你嘛帮伊做过。哦，对，田馥甄。是，伫遐做的介困难无？介困难，无就共款做工课啦，还是因为每一项音乐吼，伊可能迄个面向会无共。咱讲上基本的，就是讲伊面对的观众不同。哦。所以可能我咧设计无共的音乐吼，音乐会也好，流行的也好啦，传统的啊歌仔戏，我拢会先去思考到讲是虾米款的观众。会来看。观众群甲设定好势就对啦。对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你做这个动作的时阵，是不是帅？因为有的讲咱吼较老一辈，吼讲爸爸妈妈看到会帅，甲少年的看到会帅，都无共。因头有分这个世代之分啦吼，所以观众群先甲定起来吼。对，你这样知影讲，什么时阵你做一个破口，可以做动作啊，帅一下安尼。就是爱想观众最重要。观众真重要啦吼。观众是一切啦。咱嘛看到讲，这个伊的养分啦吼，来自这个大场店啦吼，咱先做回来看这个。诚心拜拜，音乐制作人瓜地和来到伊大汉成长的所在大场店。伫个朱成江庙口，过去的戏台顶的音乐声是伊创作养分。囡仔时代吼，其实你生活中拢看会到，啊听会到，啊，毋过你袂去注意啦，就感觉讲啊，足差的啊，咧拜拜啊，吼啊，马路就较闹热安尼，就差不多知影安尼尔。无想到讲尾来变做你。无想过，无捌想过。朱成江庙口的食食，嘛是瓜地和自细汉食到大汉。庙口的广场，嘛是伊甲人讲音乐的好所在。这间人客是过去好客乐队的老朋友。去车用头底去，讲别人头底伊无路用啊，所以甲咱一个团有路用。是空啊，空啊，一定是空甲咱头底。老团员、老朋友做伙讲过去好客乐队集团的特色，是用音乐关怀社会政治议题，嘛是伫遮。和瓜地和开始了解台湾这块土地。好客是我真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转捩点，是为迄个时阵开始，迄个兴趣煞一发不可收拾，才会开始讲原来我细汉大的所在是安尼，有一寡会遮侪边仔附近咧练团的，也是讲拜拜啦，歌仔戏安尼，才开始做学习。无我真正迄个时阵，刚开始练团，我感觉讲我唔知影恁在创啥。是要真正去找台湾很多乡镇嘛客家庄拢开车，家己开车搭登高音响去安尼。我才开始感觉讲，我对这块土地这么无了解安尼，
遮尼无了解咧，所以才决定讲好做这个团。讲笑话，瓜地河本地加入乐队，一个月就无想要做，是团员互相斗相听，伊才继续做落去。哦，我还没熟悉20几档啊。其实，在交工乐队还没有解散之前，我还没小豪熟悉。小豪是一个将仔啊，我还没合作。这20几年来，很多事情都是伊甲我教的，所以我和小豪是亦师亦友，伊是我的老师啦。大家唔甘嫌啦，伊讲家己的，伊讲客气啊，就是讲我较少的是，阮是算年少组的，较少年，所以较早阮拢会较练小话啊咧啦。阮礼拜就是那像囡仔呢啊，迄阵嘛打少年，差不多28、9岁啊呢。嘿，阮两个常常嘛咧出一寡主意啊，因就跟阮两个做好笑，毋过讲真诶啦，阮虽然讲好笑，懵好笑，但是小豪最厉害，伊厉害的所在就是吼，伊有法度甲这个好笑的代志，甲变成真诶。这舞调145，好，来哦。结合传统乐器编曲闹热，扩大关注议题。好客乐队用音乐节奏来为农民劳工弱势来发声。一开始吼，迄阵啊，为迄个浩克为进前前身有个交工嘛吼，伊转变的是，阮其实有阵痛期。迄个阵痛期就是阮较早拢是听啊，因为迄阵啊交工是已经 top 啦，到顶了啦。那我迄阵啊要搁安尼继续安尼行吗？但是阮迄阵啊第一步是，我们为什么我们在叙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为什么一定要用悲哀去叙述这个事情？我们从快乐去叙述悲哀这个事情，反而效果会更好。瓜地河再来坐团员，伫家己的音乐路顶继续坚持。音乐界吼，咱咧讲音乐界拢会讨论到世界音乐。到底对世界音乐来讲，台湾是要安怎红熟悉？哦，这物件你要去一直推广嘛，伊都会有一个宣传。咱讲符号啦，吼，这是第一个重点啦。是，吼，要安怎互人了解讲啥物件，一听就是台湾的物件。敢有这款物件？讲实在，咱唔知啦，所以咱要去形塑，要去想办法去推动这款物件。是有看到大场亭，你含你较早的这个团员，搁一届吼来见面啊。是，大场亭是，这个团员啦吼，对你的影响嘛真深。是，当然，因为我台北囡仔，较早就当然嘛是伫学校就耍音乐嘛，就较头壳咧想的物件就是音乐啦。是。因为你台北囡仔，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拢流行的啦，无西洋的啦。迄个时阵就是就开始算讲淡薄仔开始有做淡薄仔工课啊，弹吉他啦，共录音啦，还是讲演唱会去做 section player。有一天阮咧较好客的团长的陈冠宇啦，敲电话话讲伊即马欠一个人，看要甲斗相共无？伊就顶一个团是交工嘛，算讲咱台湾客家音乐真重要的乐团啦。我当然嘛是讲好我来试看卖嘛，听这团遮厉害着，大概拢听讲恁拢打败五月天的，讲好奇啊，就去甲参加。头一届我就甲讲。头一届偌忝的，因为我一世人毋捌去练团，讲无厝顶的。嘿，讲伫咧一个伫北投一间饭店，是厝顶。无连铁皮拢无，就伫厝顶来练。拍你是拍甲要戆平去热天啦，我搁去热甲。我迄工练了，我就甲讲，我敢若会使去斗相共啊，我无法度做你的团员啊。是。啥尾来继续甲听落来？尾啊，就是我感觉上大的原因是有一届去巡回啦，伊就去届练完以后，毋该第二届、第三届
就去袂记倒去花莲的款，花莲一个山顶安尼，啊去，迄我冲击真大，讲实在，因为一个伫区公所内底演出啊，啊区公所迄当天是，迄是冬天啊啦，已经冬天啊，我记是开始会寒，也是讲伫山顶，反正就青岭安尼，啊来拢哇年岁拢足大个，拢有700-800上，拢7-8十安尼。啊，无少年的，规间公所拢看无少年，拢是死大人，拢是大人嘿。啊，上大，迄个画面，互我最大的冲击就是讲，因讲的我无一句听有。哦，拢讲客话吧？拢客话，哎，真正啥物拢听。迄个时阵嘛袂晓分啦吼，迄个时阵啥物视线啊，视线海陆，袂晓，就是听不懂啊咧。啊，就开始会家己会想啊啦，讲有啥咱会感觉是台湾讲，这哪敢若伫国外，佫有即款所在哦。是。啊边啊无学校，啊佫有迄个佫较细汉的囡仔呢，啊上课是要讲偌久？嘿，啊对我来讲就哇，迄我等于想足久的。是。后尾啊就想讲啊无，我就甲冠宇讲我继续啦，我想要看卖。因为迄团足辛苦，迄个时阵无台湾抑佫无高铁。是。一台车要吐规台湾，一台车吐规台湾啦！啊，灯光音响要家己装，家己装。嘿，啊，伊迄卡车吼，佫无讲介大台。是。啊，迄时阵拢坐上后壁。啊，迄有迄都有铁架无？靠到安尼啊，吐迄边呢。啊，吐7-8小时，吐去花莲啦。啊，演出啊，再吐倒来台北安尼。啊，谁开车是小的开车？轮流啦，啊，讲实在轮流是拢无轮流我，因为我目睭无好，啊，大家会惊我开车，啊，所以拢因开较济啦。是，所以咱看到这个行入这个咱讲客家庄啦吼，对你的这个影响嘛真正有够大，真大，尤其是这个乐团，是，伊这个乐团伊个是一半是西洋的乐器，啊，一半是客家乐传统的这个乐器，有唢呐嘛。本大地的，啊，有画弦啊的吼，啊，佮八音鼓安尼。啊，伊个物件是讲，因为我住就尔嘛，啊，囡仔时代是当然嘛是拢有听到，因为拜拜啊，哇，足差，你敢若知影足差尔，所以迄名可能我记袂出来。啊，是到开始参加这乐团吼，才有法度讲，啊，无你教我画一个，是，啊，你安怎画，啊，恁拢谈啥物，迄才有法度讨论，才有法度学安尼。是，啊，是为迄时阵才开始算讲。人生内底头一届，甲咱东方的乐器吼，会使遮尔近，啊会使凊彩学得安尼，团员真好吧，感情真好安尼。有影啦吼，其实你嘛讲过吼，加入浩克以后，人生规组是规组害了，安怎讲害了？规组当然害了，对吧？都会变啦，你会去想嘛？啊，出去表演，当然就你若讲。去的所在较，咱讲啊歹听较艰苦吼，较无方便到。你可能查的物件都无共嘛。啊，所以讲较早你咧做演唱会时阵，你可能都3-4支吉他都为着要配衫啦，啥物迄拢无可能啊。你车都较大台，所以你就可能都爱，敢若剩一支，你感觉上合用的。啊，都爱甲整理，啊衫裤嘛是爱款。是。迄个代志拢变，拢无共。所以自加入浩克以后，牵拖这个大的嘛使出门，都拢牵拖啊。为昨仔开始就拢穿牵拖啊。是，你嘛讲着吼，这个团员吼，感情之间拢真好啦吼。啊，其实较长辈就是较早这个，咱讲这个高岗乐团的这个部分，然后拢是较时代，嘛是讲时代啦，长辈啦吼。啊，甲咱讲等下，咱嘛看到这个小的嘛在内底吼。其实两种世代会当伫这个。咱讲乐团内底，拢真好的这个呈现啦吼。是。安怎去做一寡这个细节的？有时啊吼，咱生活愈方便吼，你可能甲人的接近，是颠倒的较少。哦。因为速度紧嘛。是。所以你物件拢足紧，你就法度处理。啊，甲这个浩克出去做工课吼，迄袂走的，是。你毋是讲。迄敢若伫车顶8小时，嘛是爱开讲啊，对无？嘿，啊，就生活迄速度会变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感觉安尼就感情有较密啦。你讲较早咧做演唱会的时阵吼，咧无共，演唱会就逐个去，啊，保姆车去哩，啊，就去表演，上最后一工啊。是，嘿，啊，这无共，这浩克拢
开车去山顶7、8点钟啊吼。 7、8点钟到遐开始准备演出，都无法度转来，我待2工，是，叫物件轻沙洗洗，叫我度个落山呢，嘿，真正忝头有伊忝头，即个嘿啦，有一寡伊特殊的所在，感情会较薄，感情较薄啦。其实咱嘛讲吼，即个浩克啦吼，行入去咱客家庄内底啦吼。啊，其实咱嘛咱看讲浩克。 嘛是对你这个买手，咱讲开你这个剧场啦吼，你做这个音乐还是配乐，有一个新的这个想象啦吼。对，就是我感觉上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做代志较慢，啊，你讲嘛唔对，就是较感觉有一寡时间爱人爱开落啦，吼，应该讲无一定是剧场啦，吼，就是可能我都会较开时间，较愿意开时间，应该讲。 就去带，有一寡物件唔知，我会去带，像咱讲做能剧啊，我有一年做迄个《绣如梦》嘛，是，爱去横滨，啊，所以嘛去遐嘛带一阵嘛，啊去学除能剧场以外，搁有啥物舞泳，我嘛去甲人上课，啊嘛讲去上舞踏，哇，迄超级严死。是啦，咱嘛头拄讲，因为有浩克吼，行这个客家庄啦吼，啊行这个原住民的这个部落，拢行大过啦吼，所以嘛吼，开启你讲啊，伫咧剧场配乐吼，有新的这个音乐实验的这个部分啦吼，亲像你当阵做这个大演家，哦，这个部分，迄是安怎？迄故事是安怎？迄是因为有一年我去上海，是去帮人做一个剧，而且是。 有迄个京剧，甲较现代化的京剧啦。啊，做了以后，转来我就想讲啊，人有法度安尼用咱现在袂使，咱应该嘛袂讲外差嘛吼。啊，所以我就共款啊，就是先为朋友开始啦，我朋友较衰啊，然后朋友call一call，讲我想要做啥物，啊，找迄个朱安丽老师来斗阵，啊，就弄一个《西厢记》啊。是。啊，迄时阵就是应该嘛是无经验啦。 哦，因为讲伊一个演出啊，一个团队遮尔大，你要走一个1年，是，迄嘛是真困难的代志。啊，你若讲什么立案，迄时阵拢唔知啦，拢唔知迄个代志。啊，就是讲，敢若想讲要做一个演出安尼。是。啊，乐团加的人嘛，20、30个，然后弦乐团啊，啥物，哇，迄练团尔，敢若食便当，都食倒去。都差不多要破产。对，差不多啊。啊，迄演出是袂歹，大家感觉讲哇，头一摆看过安尼讲，哦，京剧啊，这个音乐遮尔无共哦，有交响乐团嘛，哦，电子音乐嘿，拢有安尼。acoustic。嘿，全部拢拉做伙安尼啦。啊，看落是袂歹啊，无就无迄个，你知身体无好，袂卡的啊，所以迄就是改就减少啊。所以这个下届吼，这个经验，对，因为互你陪惨嘛。 对，所以你有新的这个修正。对，啊，尾啊，差不多2、3年以后，才做迄个三星献艺。是，嘿，啊，迄是一个嘛是一个缘分呐。我伫网络顶看，因为我都看人喺烧王船有无？是，啊，看到一张相片啦。迄张相片就是一寡迄个咱讲纸扎有无？哦，啊，拢烧一半，啊，全塌落，啊，全三个物件夹做伙啦。 有鸟啊啦，啊有虎，是，吼啊，敢若佫有毋知鱼啊是啥物袂记啊，佫一鱼尾溜咱夹做伙，是，啊看讲啊这看个敢若人讲合成手，哎真趣味啊，是，啊所以我就找2个朋友，感情真好的朋友，拢做电音做得袂歹，吼，一个费许老师，啊一个迄个 Sonic Day Horse， 是，嘿，2个拢算。 国际级的呀，真好安尼。International。对，啊，阮较早就感情袂歹，啊，就找来讲，我无有法度甲我小参详者，咱做一个较简单的，是，有法度足好巡回，啊，团员较少的，机动性足悬的，啊，会使甲咱台湾的符号，吼，讲庙宇文化这些物件甲庙市的文化吼，甲这个电子音乐。对，长好和庙市这款，不管是视觉啦，还是讲故事啦，会使透过电子音乐。 看会开袂？是，哦，全世界看会到啊。上初的想法是安尼。是，这个中间内底会受到这个批评无？有人讲过你这个传统的魅力无够传统，啊，这个新雕摆的魅力无够新调。这无啥，这伫浩克都有啊。所以
麻古就你知较慢配啊，较慢配啊，嘿麻痹去啊。麻味，对啦，就知影讲哦，安尼表示两边拢有人看到。哦，嘿这传统派看会到，新调嘛看会到。我做迄什么马博士4的时阵，去北京啊，是，迄敢若演5分钟，都有人徛拐仔出去。是，迄老先生拢挡袂掉啊。所以其实头拄啊，这个肖老师嘛有讲到啦吼，就是讲三星献艺啦吼，三种生理，你是这个空军的这个代表啦吼，其实个鸟啊啦吼，个有海的、陆的吼，其实对因三个吼配到阵实在是哦，甲这个咱讲音乐吼，带出着台湾的未来性，咱先搁做回来看。音乐类型无限制，结合台湾传统庙会庆典的音乐，特殊电子音乐手法，打造三声献艺。这个由歌体合法起，加上2位电音制作人，来行出台湾音乐的新理路。就是一般那个大家在做就是传统音乐的东西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符号上的挪用，对吧？但是三声献艺的东西比较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比较像是就是很深化的去采集这些东西，然后再把它转化成别的，就是咱家己物件咱家己定动啊，哎呀，所以才有办法做比较精致这样。就有诶时阵，迄声出来，别人就感觉迄甲拔还有海蟹啊，啥物无共。虽然都是金属诶，也毋过阮都有阮诶声。柯老师嘛讲过，迄唢呐一出来，迄味都无共啊。对啊，就是我是用即款角度来做我的三声献艺。Fish 老师是阮较早少年时阵的神明呢。你知影哦，卡面上嘛。用三声，这个台湾人拜拜用得到的3种肉类，因用谦卑的心情献祭，将家己献予音乐，献予台湾艺术。在台湾电子音乐内底，会当感受到上纯粹的台湾土地认同。找找台湾元素，东京新嘛是歌底壳下届合作的新代表。伊拢用迄个实际的乐器来耍，所以我讲电子音乐是 another world，another direction。毋过我是感觉讲音乐内底、文化内底有真侪咱台湾人的想象。共同的想象，毋管你是用倒一款的方式去交代、去传达你所要爱讲的故事，我是感觉拢是一个真好的尝试，嘿 ，good try。我本来就真介意洪根生啊，因为因一出来的时阵，差不多3年前嘛，差不多2年前，嘿。迄一出来的时阵，迄视觉，我第一时间我就抓到我。过来就因为佫有冠宇音啊、伊利音合作，我感觉这团袂得滴啦，真无简单。真正保顺的吼，毋是干那迄个乐器，吼，现在是讲气味啦，吼，甲故事啦，吼，甲melody啦，咱讲melody嘛有嘛吼，开口甲迄英文咱叫 accent，所以因这是规套的，所以像我咧看的时阵，我第一印象我就感觉讲，这团应该真重要。感谢。我真正，毋是讲我厉害是一回事嘛。
毋过因的迄个位置吼，因个内容的位置是重要。瓜地河作为音乐界的前辈，提拔音乐后辈，要打造台湾流行音乐 T-pop， 行入去全世界。伫甲传统甲现代豪华声感体验来，真正这个豪华声感体验都来啊啦吼！这个未来性吼，伫咱头拄看到，甲这个三星迄个，咱讲有这个 Fish 老师吼，小葛老师，对哦，其实伫因的欣赏，拢看无共款的这个 acoustic， 对，这个发展啦吼，对，真正真袂歹。对啦，因迄个看成啦，因为看成，但是恁讲伫遐小波来小波去，是到底是谁看成谁？我感觉爱有因啦，因为因实在是讲这个方面，因有比我较专业啦。咱讲老实的，这是有影嘿。是。电子这款代志，因实在是较厉害。啊，当阵是安那想着讲，啊，我着去庙寺边啊收一个声音者，对。啊，佮甲用这个电子的方式，家去做一寡这个节奏，还是讲这个音拍后顶吼，有做一寡这个改变。伊主要是讲，当然。咱讲符号啦，吼，这是第一个重点啦。是，吼，要安怎互人了解讲啥物件，一听就是台湾的物件。啊，敢有这款物件？讲实在，咱唔知啦，所以咱要去形塑，要去想办法去推动这款物件，因为这是一个伫音乐界吼，咱咧讲音乐界拢会讨论到世界音乐。啊，到底对世界音乐来讲，台湾是要安怎红熟悉？哦，这物件你要去一直推广。伊都会有一个形出来，啊，所以是讲当时的希望是安尼啦，啊，这是较表象的所在。啊，你若讲较，伊开始做功课，当然内底就有足侪功课通好做。啊，这其实对阮来讲，不管是去录音，还是讲阮个会去缀迄暗访，嘿，都是因为刚刚讲成功标暗访，就是出顺，嘿，无就是暗时，共一个暗时可能7、8个路啦，到顶位庙的方向去。所以你无可能，你要采样，你无可能缀其中一个。所以阮的人拢爱拆开。是，分配做。大家做无同的功课，啊，转来再个整理安尼。啊，所以这6、7年中间，其实嘛，做因为题目拢无共，吼，佮有新红夜，有中台万岁，嘿，啊，所以逐年做的功课拢无共。啊，阮嘛是拢尽量照规矩来啦。是。所以阮演出嘛是拢跋杯。爱跋杯啦。啊，阮拢看农民历安尼。所以这个，我拢照规矩来。有新名的这个部分，一定要甲尊重对。啊，其实咱头拄仔讲到，除了这个新红夜以外，你嘛讲到有做咱讲三太子、李道车，哦，还有做这个佛教、道教，在这个行为。对。拢去遐做参落去。对，因为目前市面上看到3场啦，吼。啊，3场做迄个主题无共啦，吼。第一场是新红夜，啊，新红就是阮咧讲的仪式。吼，这咱为什么是庙？为什么是故事？哦，这件代志。是。哦，为什么咱的，讲咱是佛道教，吼，伊这逻辑是安怎？啊，第二个三太子，这是看时间的代志。就是讲，你若看到时间，你就会去想讲，啊，到底什么人是正统？哦，对不？咱讲咱我为都用三太子来讲好啊吼。三太子叫李罗车嘛吼，啊，其实伊也个伊伫中国时阵叫李罗车啦，是道教啦。啊，再往上追，伊是叫罗车啦，嘿，都无姓李啊，嘿，啊，都是佛教啦。伊罗车迄2字吼，哪吒哦，伊是梵音，所以伊本来是伫。印度是搁一个神的形象啦，还是来个中国的时阵变一个，甲创一个故事啦，吼，所以讲伊是迄个托塔天王吼的囝啊，所以就来姓李嘛，啊，就搁开始就是什么刻骨还父，剃肉还母，啊，搁大家来台湾，变成台湾，算讲咱台湾到佛道教内底很重要的一个神明，咱。附身排行榜第1名，是，吼，可能就是咱李罗车啊。你看伫咱台湾，咱做运输业，是，吼，拢拜伊，因为风火轮啊，走较紧，是，吼，啊，所以你讲拜这件代志，
运输业拜李哪吒这件代志，敢若伫台湾发生啊，中国无啊。是啊，不过你望向的是中国的时阵，伊都变你的上面嘛，吼，你就感觉讲哇，正统是安尼，咱台湾台湾黑白母啦。是你徛在中国的时候，你就看向印度，咱哪加个势力安尼。所以讲有一寡物件，你时间一直为顶源是追溯吼，伊会一直除魅，知道？哦，所以对信用这个正统性吼，正统性，到底什么是吼？下痛，跟血缘也一样，是，到底你的血缘是什么？你可以追看啊，是，好，你中啊，你的除魅是什么？你自己有法度去判断。有影吼，透过音乐去做这个除魅这个过程，对，哇，真正是不简单。是啦吼，所以咱讲三星献艺三个人斗阵吼，佮有未来讨论。有啦，今刚偷听到。新的唱片是要做8仙啦，哦，因为这个计划我本来想讲就4张。都甲结束，因为市场拄啊讲要讲一件代志啊，所以头前是仪式嘛，第2张是时间，第3张是空间，加上迄张是空间，你讲共一个时间点顶悬空间的变化，我讲一个加强，来到这变10加强，来到这变8加强，有啥物也安尼变？宋江镇有啥也安尼变？就是时间轴上面的一个范围内也横向扩展。8仙就是爱转来甲人啊，是，就是讲咱遮侪无共的信用，到底上重要的是啥物咧？人8仙其实就是上好人的一个代表，因为伊拄好是男女老幼生老病死，伊拄好就是讲这背景代志安尼，对，所以讲阮新的这张即马开始咧做这个故事啦，8仙做起来是采样另外有较困难，有较困难，因为伊无参像讲头前咱做家将吼，还是讲中南万岁，伊伫仪式性吼，伊较显眼，但四界拢较看有安尼。不过咱讲这个带电的破碎的这个声音内底，会当看到这顶头，甲这个民俗信用美落伫内底啦吼。是，外国的朋友是拢真好奇啦，真介意，因听到拢是讲哇，好个安尼物件，是唔捌看过，唔捌听过。所以台湾未来的这个音乐性，这个不可限量啦吼。嘿，有影，台湾是宝岛啦，因讲咱讲伊材料有够济啦，吼。文化嘛复杂，是，所以讲你伫内底，你有足侪故事，足侪材料，有法度去找啊。是，真正去找啦吼。所以你今日咱嘛看到这个影片内底吼，其实佫有找到这个东京星啦吼。哇，这个台语东京星，东京星，应该是安尼念无唔对啦。应该是啦。是。金拢会使啦吼。金，军较少用啦。是，因为听讲唱歌安尼会难着。会变做你的意思哦，君吼，君主的君吼。其实你找着这团吼，你嘛是因的这个乐迷啦吼。对，有影，因真厉害。是，少年辈算讲就有想法咧。吼，因为咱讲融合这件代志吼，其实有一个关键，我感觉上重要，就是讲迄个平衡啊，迄个 balance 是安怎？很重要，因为融合上简单，你都甲摕到定嘛。是。摕到定以后，伊要安怎夹做伙？夹做伙以后是这较济啊，这较济。我感觉这就是品味甲迄个吼，你的sense，你的 sense 甲你的迄个价值观是安怎？这团东京星，这团对我来讲就是我真介意，我家己感觉因哇拿捏得很棒啊，所以伊甲因熟悉嘛几多年啊，今年算讲有这个缘分啊，因找我做制作人，我就是讲看无来，到底研究看嘛，因为安尼咱走可能会使搁一个新的风景搁走出来安尼。你望吼，甲因合作有啥物款的这个风景伫咧？就是咧想讲，其实一直咧讨论吼。有一件代志咧讨论真趣味啦，讲因拢大家拢会讲什么 K-pop 嘛吼，还佫有 J-pop 啦吼，T-pop 是啥物安尼嘿？所以我想讲，因为因即款物件足丰富的，是一个传统元素已经足丰富。是，那可以安尼展露一点点什么叫 T-pop 呢？会不会这个就是以后真正的 T-pop 可以参考的样貌？是，伊直接要叫人做 T-pop 当然嘛是无迄个可能，不过因的军火啦，咱讲因的迄个能量有够，因的能量是有法度点足侪风景出。所以这就是这款音乐甲这款乐团是伫规个音乐界里面
重要的位置就是安尼。一寡物件较少人听无毋对，不过少人听的物件，伊会足紧的才可以点出很多方向。啊，主流的就使去参考。是，因为音乐用话讲是无可能详细，所以一定要有人先做出。是，啊，那有人有这个素质啊，吼，咱讲素质较好，伊较了解这款东方甲台湾的物件。是，伊也有才调去点一个风景出来。可能咱后摆 T-pop 都无问题啊。哦，伫因的身上你看到无限的可能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哦，所以这个风景pioneer，因这个先驱啦吼。对对对。哦，真正是带领咱台湾的吼。对。啊，不过你嘛是看到因有这种可能吼，才要甲因去做一寡这个合作啦吼。朋友。朋友啦吼，朋友之间伫音乐上会当互相来去求一下进步啦吼。对，真正吼看望这个 T-pop 会当伫全世界做一寡流行的啦吼。是，所以这 T-pop 也是讲咱看这个 K-pop。你感觉吼，这两种伫咧之间，这个争差是啥？啊，咱伫遮有看到什么未来性还是可能性的？争差就是人已经做出来，是因为因已经是一个产业啊。哦，咱讲一个产业就是伊体质，吼体质嘛好啦，是讲伊有一个循环的体系，已经拢有啊。是，吼啊，所以咱时间点顶悬来看，咱是无法度甲因徛到顶比啦。我感觉还是抑个差足济。是。啊，毋过嘛无一定讲咱要啊开始做会输人啊。你有时啊嘛一跳可能就跳足远的嘛，嘛是有这可能啊。啊，所以讲我嘛是期待啦。嘿，期待看这个景吼，自这个东京星啊，是讲三星献艺吼。甲安尼吞起来啦吼，对，就是互大家看一下无共啦。是啊，流行的才来参考嘛。你讲实在要叫因去做流行的，我感觉嘛无可能。就是讲这个，大家手背位置无共嘛。你嘛是要有一个偶像啊，可能你嘛是要有一个什么，互人大众看到，会很快可以觉得很开心的物件。是啊，伫这款团的身躯顶悬是较难。不过因为因的责任，因的责任也做会到，这会合作的。就是讲这个事件，这个方向啦吼，对，会当自这个传统影响到这个可能性流行的这部分，啊，个流行个影响当然这个传统的这个部分，对，真正是有无共款的可能啦。对，伫遮嘛是爱讲啊，爱互因加去甲 try 一下。对，当然嘿，因为这互相是对长远来看是好的，因为 IP 嘛，哦，咱大家拢讲 IP，啊，你也有家己的 IP。流行嘛，共款啊，流行有 IP 是足强的咧。还有互世界区别的这个可能啦吼。今日非常感谢肖老师来到咱节目中，多谢，谢谢，感谢。地角传统甲现代豪华性感体验来，今日台湾新界文化新台湾，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，咱后回再会，多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啦。